等咗幾十年，美國政府終於喺5月8號大發慈悲，解封咗第一批嘅 UFO 機密資料，入邊有10幾張相同埋20幾條片，仲有一堆文件。全世界嘅 UFO 愛好者而家都陷入咗瘋狂嘅狀態㗎啦。佢哋研究緊嗰粒光點究竟係咪反重力嘅飛行器呢？但你有冇諗過點解要喺而家呢刻公佈呢？又點解要先公佈呢一批資料？當全世界都喺度睇緊啲官方想你睇嘅資訊嘅時候，我哋係咪忽略咗一個最核心嘅問題？呢一場大戲到底佢哋想演俾邊一個睇嘅呢？歡迎返嚟解密時機，我係天南。喺拆解呢一批資料嘅盲點之前，如果你都想喺呢個紛亂嘅時代睇穿真相，而家就馬上免費訂閱解密時機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呢一個禮拜5嘅深度分析㗎啦。平時我哋習慣喺星期5見面，但今次我決定早幾日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初步觀察到嘅嘢先。自從5月8號資料公開之後，我收到好多朋友嘅信息，大家都對呢一批影像有好大嘅疑問同埋好奇。喺我整理緊星期5大專題嘅資料嗰陣，我發現一啲好有趣，甚至可以話係幾矛盾嘅細節㗎。趁大家而家仲喺度研究緊呢啲資料嘅時候，我先將呢幾個觀察到嘅嘢攞出嚟同大家一齊交流下。因為真相往往唔喺答案入邊，而係隱藏喺一啲容易被忽略嘅微小細節嗰度㗎。今次解封睇嚟係公開透明㗎，但如果你用抱住懷疑嘅角度去睇，你會發現3個極之唔對路嘅地方㗎。第一係畫質同埋技術嘅極大矛盾。今次釋出嘅檔案係一個跨越半個世紀嘅大集會嚟嘅，入邊有啲係1940年到1970年代嘅舊相，當時係黑白底片、低感光度，將 UFO 影到成嚿雲咁。咁呢個係可以理解㗎。因為嗰個年代模糊就係一種天然嘅限制啦。但最令我起疑㗎係嗰堆2020年之後嘅最新報告入邊，有一種好詭異嘅反差。我做咗少少嘅對比，我攞咗2014年個 Tic Tac 紅外線嘅影片，嗰段 FLIR 嘅畫面，可以清晰見到飛行物嘅熱力分佈，甚至佢喺空中嗰種違反物理學嘅瞬間加速同埋轉軌跡。我再對比翻第二個案例。2024年官方釋出嘅一張所謂 UAP 嘅截圖，畫面係一團好模糊嘅光影，完全都睇唔到輪廓。同樣係美軍最尖端嘅雷達監測，點解14年做到嘅清晰度，24年反而會退化到好似1940年代嗰啲舊相咁嘅？如果呢啲係軍事嘅機密，點解佢哋又願意公開嗰張乜都睇唔到嘅相俾你睇呢？但係又隱藏住嗰啲可能拍得清清楚楚嘅高清片喎？呢啲選擇性本身就係一種資訊嘅操控啦。幾十年前模糊係技術差，而喺2024年仲係咁模糊，會唔會佢哋有啲嘢係唔想俾你睇得太清楚呢？第二係動機，如果呢啲嘢真係會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㗎，點解官員嘅語氣可以咁輕鬆嘅？如果唔係威脅，點解要喺呢個局勢咁緊張嘅時候，突然間拋出一個外星文明嘅話題嚟分散全球嘅注意力呢？係咪有啲更重要嘅事，佢哋唔想我哋留意咋？第三，我覺得最奇怪㗎係科學界嘅反應。我睇翻1960年代，當科學界面對未知嘅現象，例如脈衝星嘅發現，科學家係會公開辯論、發表論文。但今次呢28條片嘅解封之後，你見到有幾多個頂尖嘅天文學家出嚟做詳細嘅分析辯論呢？點解會咁？會唔會係官方俾出嚟嘅數據係經過簡化處理咗呢？佢哋俾你睇到嘅嘢係經過壓縮嘅片段，科學家根本攞唔到原始嘅數據去進行光譜嘅分析㗎。當科學界被拒於門外，呢一場遊戲嘅話，語權就自然落翻入去權威人士同埋宗教領袖嘅手裏邊。佢哋可以肆意咁去定義呢一個現象，而你只可以選擇信或者唔信。我喺整理呢啲最新嘅資料嘅時候，發現咗一個更深層次嘅佈局。原來喺我哋仲討論緊呢啲片嘅真偽嘅時候呢，有一班人已經喺幾年前就幫我哋寫好咗一套迎接外星人嘅劇本㗎啦。佢哋唔係科學家，而係掌握住人類信仰同埋靈魂嘅人。我會喺今個星期5嘅正式節目入邊，同大家拆解一個被隱藏住嘅棋局，圍繞住 UFO 披露同埋宗教控制㗎。
點解梵蒂岡會話外星人係弟兄？點解美國嘅牧師會收到軍方嘅秘密簡報呢？佢哋到底係想幫你準備信仰啊，定係想接管你嘅思想防線啊？如果你想知道真相背後嘅真相，記得星期五準時返嚟解密時機啦。同時間，我哋係好需要你嘅支持㗎。麻煩你幫手 like 呢條片，再分享埋俾你身邊嗰啲仲喺度糾結緊相片真偽嘅朋友啊！保持好奇，保持清醒。我係天南，我哋星期五見啦。